流放，这可不像是皇后娘娘的作风。说，她究竟有什么目的？没有目的。那好，本宫也告诉你，本宫哪儿也不去，在这儿我待得挺舒服。公主殿下，听老身一句劝，依了娘娘的意思，走吧。不走。公主殿下也知道娘娘的行事作风，公主不说凶多吉少，恐怕有生之年也就出不去了。只是，说，和公主明说吧。正因为王修的一番求情，才有了公主流放的结果。子豪，正是王修。如今王修正在娘娘的寝宫和娘娘密谈。难道子豪出卖色相，委身于皇后？公主想哪儿去了？王修真的是密谈。那他们谈什么？这个老身就不知道了。就算老身知道，也不会告诉公主。公主听老身一句劝，别忤逆了皇后，更别辜负了王修舍身入宫搭救公主的一番努力。还有啊，还有就是重用狄仁杰和上官婉。此二人有何特别之处？狄仁杰执法严明，刚正不阿。这个上官婉儿呢，就是上官仪的孙女儿，今年刚刚出生。笑话！你要我用上官仪的孙女？我知道娘娘对上官家的人都有所忌惮，但是这个上官婉儿才华横溢，日后可成为娘娘的宰相。而且你看，如果娘娘用了上官婉儿，不正说明娘娘任人唯贤，不问出身吗？是吧？女皇帝，女宰相，好，好搭配。还有吗？没了。那哦，千万不要，双鱼座，缺一不可。本宫可以不杀你，但你如何保证日后不会对本宫不利？娘娘，我真的冤枉了。你说我王修真的对权力、对政治一点野心都没有？不知道娘娘是听了哪个贱人的怂恿，才觉得我对娘娘不利呀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你本就古灵精怪，想法行事无不透着奇特，如今又让我知道你懂得问天卜卦的事儿，本宫对你不放心。娘娘还是没有明白，您是95之尊的命数，那我哪能对您不利啊？就算是我想，也不可能啊！何况我还不想。娘娘要是还不放心的话，就削爵吧，把我贬为庶人，从此休不问政事，一心为民。你真愿意放弃一切荣华富贵？上蔡东门狡兔飞，李斯何事往南归？荣华富贵如云烟，与其在这名利场噤若寒蝉，那倒不如回家种种地，抱抱孩子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宫就准你削爵为民。谢谢娘娘，那子豪告辞了。等等，本宫的王朝能不能千秋万代？回娘娘，这世上从没有千秋万代，只有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。告辞。董事长，小侯爷，嘘，别说话了。千珏，还得麻烦你把我们俩给送出去啊。好，走。董事长，这里就安全了，千寻告辞。哎，等等，千珏，大恩不言谢。可是武后那边你怎么交代啊？照实禀吧。但是武后为人狠毒，绝对不会轻饶过你的。不如就此离开皇宫，住在我家或者独孤兄家都可以啊。娘娘对我有恩，千寻从不敢忘。将董事长引入宫中，也是希望娘娘与董事长可以化干戈为玉帛。
如今目标达成，自然会回到娘娘身边侍候娘娘。可是万一武后对你……那也是千寻的命数，千寻自有心理准备。董事长，千寻告辞。哎，独孤父，独孤父，哎，千寻啊，你对独孤兄暗含情意，也就独孤兄傻不拉几的不知道，我们都看在眼里。董事长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不误会无所谓，关键是你怎么想，你怎么考虑，你怎么决定。你要想清楚，就算武后不责罚你，你真的就想要留在那深宫后院里吗？董事长，让独孤父对我……想知道答案，自己去问他吧。自己去。嗯。董事长，千寻告辞。哎，走吧。你小点声，别吵着别人。谁？子豪，儿子，你先回去，把门锁好。夫君，来，这里不方便说话，快走。回来了，快开门！公主，您可回来了。你们都紧张什么？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公主，听说您……是啊，明天我就要启程去岁月城了。你们都别担心，把这院子给我好好看着。等本宫从岁月城回来，要是发现这院子破败，可唯女是问。是。都进去。科儿已经送到乡下了，你不用担心。夫君可不要太过骄纵了科儿。放心，科儿没有与夫君你生活过，难免会有些不习惯。夫君要多花时间陪陪科儿。放心，这院子有空帮我回来看看，帮我拾掇拾掇。放心。夫君，别说了，什么也别说了。夫君疼吗？不疼。夫君这次还是不疼吧？不疼。来，等一下，开始疼了。此次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夫君与科儿。夫君可不要忘了我。我怎么会忘了你呢？而且你也不用为我担心，就算去皇宫，我不也是来去自如吗？所以这次你去岁月城，就当是去度假了。过几天我就去看。夫君不可。夫君贸然前去，定会引起武后的怀疑。听我一句劝，武后多疑。这次我与上官大人废后未能成功，武后定不会善罢甘休。夫君只要照顾好咱们的科儿，其他的事情就千万不要再想了。我一定会想办法的，不会让你一个人在那。就算我们俩是移动和连通的距离，只要想见，一定能见。本宫与上官大人废后失败，
但本宫仍然是宗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武后不会对我动杀机。此次把我流放到碎叶城，既可以打发本宫，又可以顺便看看朝中重臣的反应。如果夫君贸然要前去，才是要将本宫置于不利之中啊！本宫这次信任虽保，但上官大人就凶多吉少了。上官大人求人得人，在进宫之前，他就已经料到是这种结果。皇兄伟略雄才，只是身子渐衰，才让武后钻了空子。等皇兄恢复之后，定能够重振朝纲，摒除外戚，到时再为上官大人讨个公道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怎么到现在还在说这些正事？这个玉佩跟随我多年，请夫君交给科儿。公主殿下，门外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夫君，时间到了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侯府家的牌匾都被你们给卸下来了，我连摸摸都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行！凭什么？就凭你们现在是庶民，没资格摸这块匾。我偏要摸，这是我们家的牌匾。二女，不准胡闹！你们家的，昨天以前它是你们家的，现在它就是块烂木头。哥，没事吧？活该！走开！给我住手！够了，二女。侯府之所以是侯府，是因为有夫君在。即使摘了匾额，削了爵位，只要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谁就够了。夫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不是侯爵了，你们现在就是庶民。对，以后说话办事儿都给我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走，回去交差。我一定会回来的。走。钱叔，哎，让人把匾抬回去，不要让外人看了笑话。好，靠！哎，栓子，别哭了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
钱叔，嘿，家里边人还好吧？还好。啊，那夫人跟二夫人呢？二位夫人看起来还好啊。我就是担心他们心里边承受不了啊。夫人和二夫人看起来是柔弱女子，但其实却是外柔内刚。今日家中全靠二位夫人操持。钱叔，以后不要再叫小侯爷了。是小侯爷。啊，小侯爷啊，顾先生，你也是，以后不要再叫小侯爷了。知道了，小侯爷。以后慢慢改吧。对了，咱们这柜上还有多少银子？小侯爷呀，还完那30多户商家呀，咱柜上已经就所剩无几了。这呀还不算问题，问题是啊，今天呢，侯武已经全无进项了。那陈家那边怎么样？啊，陈家那边啊还好，有个草药铺子垫底儿啊，这状况要比咱侯府好得多呀。那就好。顾先生，一会儿去把咱们柜上剩下的钱都提出来。钱叔啊，把家里人都召集过来，我有话说。小侯爷，您这是？别问了，去吧。是。夫人，二女。夫君回来了，夫君。二女，去打盆水来给夫君洗洗脸。小蝶，二女，不要叫小蝶，自己去。是夫人。夫君，家里人遣散的银子可不要吝啬了。说什么呢？如果连枕边人夫君的心思都猜不透的话，那妾身未免也太粗心大意了。二女那边我会好好安抚的，夫君请放心。妾身只是希望夫君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凡事都要看开些。夫人为何如此平静？实话告诉夫君，妾身不仅平静，还很开心呢。为什么？夫君一帆风顺的时候，妾身总是希望夫君能够更上一层楼，不仅为了王家光宗耀祖，也让我们陈家跟着沾光。可最近啊，侯府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事情，让妾身彻底明白平安是福的道理。如今夫君侯爵的爵位一削，咱们家就是彻底太平了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夫人看得开就好，就是觉得愧对夫人。夫君说的哪里话？凭夫君的聪明才智，想要东山再起，易如反掌。可是妾身并不稀罕，妾身只是希望夫君能够平安。原以为摊上个高富帅的身份，凭着我这头脑和聪明才智，可以在大唐游刃有余。没想到到最后，还是个屌丝。夫君洗脸。怎么了？夫君，你是不是要遣散家中的人？下人们都在议论纷纷。是，二女。二女誓死要跟着夫君，我哪儿也不去，给多少钱我都不走。夫人，你让夫君别干蹭二女，二女以后一定不偷懒，一定不存私房钱，不惹夫君和夫人生气。你是夫君的二夫人，哪有遣散二夫人的道理啊？你这丫头傻了呀！
可别家大户人家不都是这样吗？别人家能跟咱们家一样吗？别人家缺爵，那夫人都要死了，咱们家夫人呢？别人家还没等遣散呢，那二夫人就已经跑没影了。可咱们家二夫人呢？说你傻，你还真傻。二女就是傻嘛。夫君，下人们遣散就遣散吧，不能让大家跟着咱们受苦啊。这丫头还变得真快。钱叔，小侯爷，有何吩咐啊？小侯爷，人呢？大伙儿啊，都怕你遣散他们，所以谁都拖着不愿意来。我还是不是这个府上的主人了？是不是看我王修被削了爵，你们都敢抗命了？啊！小侯爷，大伙儿不敢，大伙儿也是一片忠心，不愿意离开你。先别说这个了，都给我喊来！是，二娘子，双子过来，快！吴先生，这银子都带过来了，都带来了。人都齐了吧？回小侯爷，人都齐了。众位，最近侯府的遭遇，不用我说，大家心里也都清楚。这些是咱们柜上最后的一点银子，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私用，不多，只够各位路上的一点盘缠吧。大伙儿凑合凑合，分了吧。谁爱走谁走，反正我不走。我也不走。我也不走。我也不走。不想走。我们也不走。不走。我知道你们心里边的想法，都不愿意走。但如今我侯府已落寞到如此田地，未来怎么样，真的无法预测。万一真的要是没了、倒了，有我王子豪一个人担着，大不了就掉脑袋。但如果让你们跟着我一块受罪，我担待不起啊！小侯爷，老夫有话要说。说吧，钱叔。大伙跟着您，有富贵他自然是好，可是落了难了，咱们大伙也认准了跟您一起扛。小侯爷，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这侯府不单单是你小侯爷的家，这更是我们大伙的家，是不是？是啊，是，这就是我们的家。你不就是犯了事儿了吗？大不了我们大家同你一起扛脑袋不就行了吗？都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！谁说这是你们的家了？这是我王子豪一个人的家。过来，把钱给我分了。栓子，你先来。我不拿。拿着，拿着，赶紧给我收拾东西，滚蛋！拿着，小侯爷，往哪儿跑？给我站过来！把剩下的钱都给我分了。完了，都滚蛋！
君，我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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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放开我，我不走。孙子！王子豪，你他妈就是个怂包！你放着一家妻儿老小，你不管你自己，在这儿想什么清闲？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？你有什么资格活在这世界上？我知道众位对侯府的感情，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，你们在我这儿蹉跎，我怕耽误了大伙，所以这最后一杯是散伙酒。你们就是一群败类、垃圾，吃饭睡觉的猪。今天跟我一起罢课，队长。高二班又出问题了，所有学生现在开始罢课。你们这边强迫的就让我惹祸是吧？小白金死，你将何苦啊？你今晚有时间吗？我会在你可以看得到我的地方等着你。高二班所有的人都在为你们加油！加油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幕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